這場由台檢署調查處結合台南37區公所、里長聯誼會、宗教界以及金融、交通、超商等單位的總動員，就是要來宣示政府甲民間協力打擊詐騙的決心，要透過微電影的故事性來呈現假投資、假求職以及人頭小戶等常常看到的限制，幫助民眾提高警覺，強調詐騙的手法一定換新，甲大家攏密切相關。這裡面他對詐騙這個手法真的是他善用 AI 科技，而且這是全球性、跨國性的，這個很難去分辨真假難辨，所以他一不小心就掉入了他的陷阱。而且他很可惡的，你給你騙，跟給你這個反詐宣導，跟給你講你是按照他本身用品體，然後就開始來騙你了。所以他那一種的方式讓我們很難去分辨法務部長陳明謙會中強調，台南是全國打詐上力的所在，確實數字的講話。去年台南成功阻擋詐騙到3120件，金額超過14億元。到今年5月，已經阻擋1246件，展現跨界合作以及科技防詐騙的作為。環環節節每一個部分，包括宣導，包括這個勸導防止提領，包括防止 ATM 的部分，這個部分大家環環節節、層層把關，希望能夠將這個詐騙的成功得手的幾率降到最低。中央甲地方合作，尤其是民間志工的力量，一點一點為民眾可能被詐騙來把關。會中台南反詐大使譚愛珍嘛到場聲援，做伙結合全民的力量來反詐騙。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